深。刚刚那个时候 ，anyway， 好，我刚想跟大家说的一个事情是，大家今天晚上所看到的整个曲序，你可以回去有机会就看看那个用你们的音乐的播放器哪里了，就是从头听一遍，再慢慢看那个歌那个内容，其实你会可能有所发现的，那种新的一个体会。所以我就提议一下，对，有些时候因为看完就 OK 看得很爽，但是OK 够了。但是对，其实里面是有一些讯息送给大家，跟大家分享。好 ，Anyway， 不要讲那么多了。其实我们有练一些粤语歌，一些其他站没唱过的歌，你要听吗？哇，那个歌可能因為可能要練練，不如你要聽，可能有點慢哦。這歌是其他站，就是如果不介意的話，就這邊。好，趕緊，不要想。好，來，我試下，我。謝謝，辛苦他們了。當我還在花園散步，當我還在浴室洗澡，10步以內可擁抱，遇着什麼煩惱，想跟我說都可聽到。翻到有趣圖畫，何妨大小，讓妙事亦被我看到。遊玩時開心一點，不必掛念我，來好好給我活着，就似最初，仍然在呼吸都應該要慶賀。如果想哭，可試試對嘉賓滿座，說個笑話紀念我。到處還是香水氣味，到處還是塗鴉筆記，就像我未拋低你，遇着什麼煩惱，想跟我說都可聽到。翻到有趣圖畫，何妨大笑，讓妙事亦被我看到。遊玩時開心一點，不必掛念我，來好好給我活着，就似最初。
念我。